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係以基督精神為核心，致力發展全人嘅教育，藉住宣講福音，培養學生嘅豐盛生命。我哋以優質生命教育為特色，透過生命教育嘅課程、各級嘅主題活動以及正向教育，幫助學生建立正確嘅價值觀，提升佢哋嘅自尊感，並且培養佢哋良好嘅自我形象。學校更加強調師生嘅關係同埋關愛文化，透過品格教育同埋德育課程，提升佢哋嘅抗逆力。我哋嘅學校好好玩，朝頭早我哋會學習唔同嘅科目。下晝有 E+ 課堂，可以參加好多有趣嘅活動。我哋可以做跨學科嘅專題，又可以參加體驗活動，發掘自己嘅長處同潛能。學校仲有好多唔同嘅課外活動同埋興趣班，無論係運動、藝術定係科學，都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嘅。老師更加安排我哋參加唔同嘅校內同埋校外比賽，又俾我哋有唔同嘅演出或者展覽作品嘅機會，俾我哋每個人都可以增加自信。老師都好關心我哋，會幫我哋學習新知識，仲會教我哋點樣用正向思維去面對挑戰。學習嘅唔止係書本上嘅知識，仲有點樣成為一個更好嘅人。我哋真係好鍾意喺度返學，因為每一日都係咁開心㗎。